作為前任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我深信香港嘅未來建築師應該具備優秀嘅領導才能同多元發展嘅潛力。除咗紮實嘅設計背景，佢哋應該積極推動可持續發展，結合創新科技，探索智慧建築嘅未來，堅持社區嘅參與，可以促進設計同社會需求嘅結合，令佢哋引領行業走向更光明嘅未來。我好高興見到香港理工大學嘅建築學榮譽理學士課程同業界，仲有本地專業學會保持緊密嘅聯繫，專業人士嘅參與更可以提升課程嘅優勢同實用性，為學生提供實踐嘅機會，促進同行業嘅良好對接。